所以三个来祈祷。有丰盛的恩典，充满疼痛的上帝，阮真感谢你，因带阮过去7礼拜久，互阮会当持续伫这个所在做伙来探查、三甲来分享阮的信仰的对错。虽然圣经的奥秘，毋是阮有限的知识所有法度透彻了解，总是透过阮不断追求、不断反省，常常彼此分享，伫经验的中间来体验阮所读的、所体认的，会当互阮的信仰搁较徛在，互阮对人生的路站的跑走搁较在乎，也互阮对生命价值甲意义有搁较深刻的体认。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持续即款的追求，伫阮的人生的中间来常常发现着神奇。发现着上帝替阮陪伴，也会搁较最深的所在，来探查阮人生的价值甲方向。阮今仔日最后一讲，也希望当通过这个短短的时间，继续来吟味你的话，来三甲分享上帝你伫阮中间所成的恩典。求你继续甲阮三甲伫地，也甲遐个伫路呢，也未教育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即个课程会当真正做阮的利益。真做上帝的荣光，安尼祈祷好，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大声啊，甲伊说多谢啦吼，要安尼持续8礼拜吼，拢对头到尾，实际是真无简单吼，我真佩服安尼大家人安尼会当安持续吼。我即摆恁也有发现是，我即摆即个甲即个站长咧讲吼，咧想的是讲咱既然第一摆有即个机会吼。所以我拢根据圣经啦，完全拢咧讲圣经吼，所以逐个礼拜我拢有选即个圣经节吼，对这圣经节甲咱分享。也是安尼吼，所以咱会发现讲，这圣经实在是真挑战的啦。我定定甲咱讲吼，我家己咧准备这，我家己咧体认这物件的时阵，嘛是拢抑阁对我是一个挑战。做牧师做甲特别退休吼，即款的圣经节，搁读搁想的时阵吼，也会去想讲，这耶稣基督咧讲这物件吼。伫咱的人生中间要行吼，实在无简单的。毋过吼，无行吼，实在是真损失的吼。所以讲，遮尔宝贵的这个信息吼，蕴藏伫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底。所以这互咱看到讲，这2000年来吼，遐尼侪圣经学者不断咧探查圣经哦，总是吼不断有这个新的这个信息、新的这款的这个发现吼，对这个圣经来哈。这是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吼，咱对这本这个经典，对这上帝的话吼，这款的这个体认，也是讲即款的即个经验吼，是一个真宝贝的即个宝藏啦吼。对这第1讲到这第8讲吼，我这上中心的主题就是讲免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啦，做一个门徒啦吼。所以我对这耶稣的呼召开始，然后讲到讲你受呼召安怎付出代价，你呼召得到的这代价吼，这个恩典吼是安怎是一个当期的恩典，讲到讲。这个耶稣咧讲做门徒有啥物福气哈？后来这过来讲到咱的门徒的使命，讲到这门徒的身份哈。那最后一讲哈，伫这个所在爱甲咱来想的，就是讲这上帝国的新的团契啦。用做门徒哈，意思是讲我加入伫这个耶稣的这个团契内底嘛。这做门徒毋是干那一个个人的关系那点啦，咱个人甲耶稣建立关系其实。耶稣来到世间吼，伊毋是干那为着一个人呢，毋是为着伊家己嘛，伊是为着一个 community。所以咱的圣经内底有一句即个神学的这词句要紧的，就是讲这 koinonia。koinonia 这英文就是讲即个 fellowship 团契嘛，团契。所以即个团契的关系我常常讲，这团契伫咱的教会拢用作名词啦，咱咧想团契，拢想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妇女团契，拢是名词啦。总是团契的这个重点不在伫名词啦，名词的团契是无啥意义啦，是伊的动词啦，动词就是讲团契是咱大家人做伙，然后来三甲契合 engagement 有发生关系，咱有咧发生关系，所以讲青年团契名词是讲一群人一群少年的叫青年团契。
啊，总是重点毋是啊，重点是讲这青年安怎样 engage， 安怎样互相交接咧，安怎样互相发生关系，安怎样咧体现这个信仰的这个内涵，这叫做团契嘛。所以契吼是契合的这个意思咧。啊，所以这个加入耶稣吼是加入这个耶稣的团契，甲耶稣团契，也甲耶稣所呼召的人吼，三角有一个团契的关系。所以这变做 collective， 变做一个集体的啦吼，集体的物件吼。啊，所以我因为对这做文道开始哈，我想用这个讲，咱安怎加入这个耶稣的团契？啊，加入耶稣的团契哦，迄个情形是安怎吼？来甲咱做一个这个结论啦吼。我今日毋茫讲较短咧吼，啊留较济时间，因为7礼拜我逐礼拜拢想要留时间互咱问啊，真少时间吼，所以我今日毋茫真正会做会到啦吼。这我家己的缺点我知影，我逐摆拢讲要留，总是到尾手拢无够时间吼。啊，耶稣的团契是啥物吼？咱若是读这个福音书啊，那福音书吼对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吼，甲耶稣的这个言行吼。来甲伊做一个survey，做一个这个观察，做一个这个研究吼。耶稣伫伊来世间伊的教导内底，用上帝拜的主题啦，就是讲伊讲上帝拜这主题吼，是啥物？敢有人知？上帝国对啦，啊，就是上帝国。所以耶稣吼，伊对来到世间，伊开始咧传福音吼，伊的这个主题吼，上帝国毋若是上中心点哦。佫也是上祭拜哦，咱来读这个福音书吼，你知影这惊死约翰出来，伊的开宗明义的这个宣讲吼，就是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境啦，恁着悔改，这是惊死约翰哦。啊，耶稣出来的时阵吼，伊宣告的第一句话吼，也是共款啦，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境啦，恁着悔改来信福音啦，这是耶稣的啊。啊，你若佫甲看讲这耶稣的教导吼，伊出来传道理的开宗明义，用这个上帝的国境啦，当伊开始咧问道咧，甲伊讲啊，你阮对你吼，啊，人遐列比遐先生吼，逐个人拢教伊学生一个祈祷，无你嘛教阮一个祈祷咧，啊是咱后来走出主祷文嘛，主祷文你也读看卖啊，主祷文的头一句话就是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过来，你的国临到。开宗明义，伊教学生的祈祷是你的国，愿你的国临到啦，祈祷上帝的国临到咧。啊，你会记得这个有一个少年的这个好野人吓，来找这个耶稣吼，啊要求讲啊，甲我的兄弟分财产啦，啊这耶稣啊讲吼，这我都毋是啥物人设立我甲恁分财产，我毋是你甲分财产的啦吼。啊，然后就开始教示咧，讲吼人吼，伫这世间你看这空中的飞鸟，看这山里的百合花吼。也无种植，也无芳济吼，啊，所罗门家行我的时嘛无伊穿的这个遮尔好咧吼，啊，最后讲啥物？所以伫这个上尾啊，耶稣甲这个少年人讲，所以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嘛，就遮的物拢要束互恁咧。这是耶稣的教导啊。耶稣家己讲，我的使命是啥物？宣告伊的使命吼，讲上帝国咧。啊，伊的文道要求讲教阮一个祈祷文，互阮知影阮对哩迄个祈祷文是啥物？是上帝国咧，啊！这人来找耶稣讲，啊，我分财产，我经营这世间的生活吼，我要分财产，你甲我帮忙先。耶稣讲，你着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啊，佫甲加起来讲，伊这福音书内底这上帝国出现吼，超500几摆哦，啊，500几摆拢总。啊，所以会当讲是这上帝国是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啦。啊，这也是这1994年的时阵吼，咱长老教会第一摆咧办这宣教大会的时阵，伫这中路。啊，爱我去讲这个宣教的这个主题咧。我就是讲，咱宣教吼，无别的宣教嘛，只有上帝国的宣教。啊，咱的宣教只有上帝国的宣教嘛。啊，因为耶稣就是咧宣上帝国嘛哈。就有一个这个神学家咧开玩笑啦，讲耶稣来吼，宣告讲上帝国要来咧，啊，总是伊的学生吼带一间教会互伊啦，这是开玩笑啦。啊，不嘛有道理咧。啊，你讲耶稣咧讲，我来是要互上帝的国落实嘛，实现咧。啊，总是后来这文道辛辛苦苦是经营教会出来啊，咱即摆教会就是咧。所以这两个意思哦，一个意思是讲，若是耶稣宣扬上帝国，啊，咱甲建立教会吼，咱的教会若毋是变做上帝国，教会就是爱变做一个带人向上帝国的道路啦。啊，若无都无害耶稣的教导嘛，是毋是？哦，
另外一个歹意思就是讲，耶稣要爱上帝国，安尼建立一个安尼纷争不断啊，问题一大堆的教会耶稣咧，要看咱安怎样咧经营教会，咱安怎样咧了解这个教会啦，这是你讲到这个上帝国做这个耶稣的教导的这个中心哈。那耶稣来世间是为着要完成上帝国，咱当然做耶稣的门徒哈，咱嘛是爱去继承这耶稣的使命嘛。爱去努力，互这上帝国落实的总是这个上帝国是啥物？所以只要我讲，上帝国是门徒的这个归属啦。上帝国就是甲耶稣基督连接起来，耶稣基督呼召出来。所以教会Ecclesia 这个教会这个希腊语的意思是讲调出来嘛，分别出来嘛，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这个会众咧。实是这分别出来是对这耶稣基督甲咱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有关这个门徒教导最终局甲这耶稣的这上帝国有关系。咱以前读过这山顶的部分八福你也看这八福读来，咱有读过耶稣咧讲，恁的福气是啥物就要看见上帝国啦，要做上帝国的主人嘛，这就是咱的福气咧。所以这个耶稣伊的教导是 consistent。真一贯的甲这上帝国这连接做伙啦。所以咱即摆要讲，咱做门徒接受这个耶稣邀请来进入这上帝国的进程，我想应该先来问讲，上帝国是啥物我真爱问这个问题啦咱逐摆咧祈祷的时阵讲原理的国临到，咱祈祷遮尔久咱到底咧期待啥物我毋知影，咱做信徒定定用主祷文祈祷。咱有一个真清楚咧想讲，我祈祷原理的国临到的时我的头壳内底走出来迄个想要得到的、想要达到的是啥物无？以前这个1985是吧？有一个这个啥，1985这个啥物迄个有真济台湾人移民去这个贝里斯嘛就是讲这台湾这1985啥物1995润发迄条啦真侪人移民去咧，即讲上帝国是毋是咱咧想迄款讲我都爱离开即个所在，来去找某一个所在，来找到即个上帝国到底圣经内底咧讲的即个上帝国是啥物即个上帝国伫倒位啦？所以我感觉即个题目是真要紧啦。我去读即个无共款的版本咱咧讲。上帝国，你读这个白话字的圣经，真是叫做上帝国嘛？和合本的圣经嘛，叫做上帝的国嘛？恁毋知有人捌读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无？现代中文译本伫这个主导文内底，这个上原理的国临到还是所在伊翻做啥物？咱还得注意点伊遐是改翻翻做原理的主权实现啦。所以原理的国临到，意思是讲原理的主权实现啦。这就无共款因为咱咧讲国咱咧讲这个国家常常有这个地面上的国的这个概念嘛。地面上的国，你若根据这政治学的这个理论，就讲这地面上的国最少要有3个条件嘛，要有土地嘛，要有人民嘛，要有主权嘛。若有这3个条件就是一个国家嘛。所以咱即摆求讲原理的国临到的时阵即款的这政治学的这个概念真自然走入咱内底咱就想讲上帝国伫倒位啦。所以我讲火伫什么所在？咱咧想伫什么所在？有人讲上帝国都死的时阵去的所在敢是安尼？敢有一个地点无？人民的。那上帝国是一个国度，伊人民是啥物？所以咱有点想象讲天国内底。伫这天国内底遐拢是穿白衫的人，是上帝国百姓穿白衫就当做上帝国百姓，足简单敢是剪一下白布来做，咱都有白衫人穿咧。所以上帝国百姓是啥物意思也是讲这个主权那我来看讲这个上帝的国内底对这个土地人民拢无啥问题。严格讲是拢无问题上帝本来就是有一个国嘛。上帝本来就是一个国嘛，所以上帝创造大地嘛，世界拢上帝创造，倒一块土地毋是上帝咱台湾嘛是上帝创造的咧，所以上帝的国土地无问题
上帝的国人民无问题，咱拢总属上帝啊，大家人嘛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甲咱创造的，上帝主权应该嘛无问题啊，敢是？上帝统治全世界嘛，因为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咱的信仰个别安尼个别嘛，这应该是无问题的。所以若无问题是安怎？耶稣会甲咱讲，恁祈祷的时阵，就爱讲愿你的国临到。啊，咱若咧祈祷，咱到即摆要安尼祈祷啊。咱若到即摆要咧祈祷，讲上帝啊，愿你的国临到吼。意思是讲上帝国无伫遮啦，敢是？上帝国若是伫遮，你才会安尼祈祷。你若伫上帝国内底，你才会祈祷这，所以是无啦，无。若讲上帝国无伫遮，咱就来倒转来问讲，到底上帝国是缺乏啥物物件啦？缺乏啥物物件？我即摆去即个暑假去即个马来西亚教因即个博士班的课吼，我讲到即个所在，我咧讲这上帝国的问题咧。我咧讲吼。全世界可能台湾人上有法度了解上帝国啦，因怎目睭怎大蕊起来，内底有2个中国的人，中国的学生，伊目睭怎大蕊起来咧吼？我讲吼，我对安尼讲，我讲上帝的国吼，土地无问题啦，无一个土地会当对上帝的面前离开咧，人民无问题，无一个人会当讲伊毋是上帝创造的咧。啊，总是吼，上帝的国无伫咱中间的问题吼，就是主权的问题啦，主权啦，所以这。现代中日本圣经会说讲，愿你的主权实现嘛。啊，若愿上帝主权实现的意思就是讲，我是上帝创造的，台湾是上帝的土地，毋过上帝的主权伫遮都袂行伫啦，敢是袂行伫，这无主权啦。啊，无主权是啥物？我就讲这台湾就是安尼嘛。台湾啊，政治学上讲，咱土地无问题啊，对毋是？台湾即个土地都无别人来甲咱管，即马咱家己咧管嘛。咱的人民无问题，2300万若排伫世界即个国家的人口内底，是占1/3的呢。啊，人民无问题啊，所以咱的问题是啥物？主权嘛，敢是？咱家己想讲，我是国家去世界，无人要甲你承认嘛，联合国无要你入来嘛，敢是？我讲吼，上帝上知影台湾人苦痛呢，敢是？上帝上知嘛，上帝创造大地，上帝创造人民，总是上帝的主权伫咱遮，大家甲拒绝嘛，敢是？啊！这倒转来，咱倒转想，这圣经内底一贯，你倒转看，这圣经基督教咧讲咱的罪是啥物？啊！你开始讲这时，咱追找倒转到这创世纪嘛。创世纪这上帝创造这大地，创造人的了吼，啊，甲人放伫这个爱甸园内底嘛，敢是？这咱大家足熟的啦。啊，不足熟的，咱搁想看卖啊咧。上帝甲这个亚当夏娃讲哦，讲哦，这个园内所有的菜色果子，你拢通食。独独园中迄丛分别好歹树吼，你莫食啊！你若食的，你的确会死。这是咧讲啥？这是讲主权嘛？敢是？园是我的咧，我甲园内底所有物件交互你嘛，我权力互你付钱嘛，啊，empower我互你有权来管理这大地。总是吼，你毋通袂记咧啊！我才是头家咧，啊，这个园是我的，我权力互你，我还阁是头家咧，敢是？所以吼，园中间这丛树你毋通食。分别好歹像你毋通食，一丛尔呢，一丛尔，敢毋是？我定咧想讲吼，伊若莫甲我讲吼，啊这亚当夏娃伫遐食100年吼，遐内底食，反正未食着迄丛呢，吼，啊总是因为上帝讲即丛袂使食，啊总是讲即句真要紧啊，讲即句就代表讲我要是上帝啦，是无？我当互你啊，我要是上帝，我你讲即袂使食，总是袂使食，讲咧到底变做 temptation 嘛，变做试探嘛。变做试探咧，啊试探吼，问题就来啊嘛，啊，这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啊，开始互咱去面对试探的时候，咱大部分的时间吼，拢失败啦。失败是表示啥？失败表示咱有企图心啦，是这失败毋是袂晓含慢哦，这失败上熬嘛。啊，所以我顶下咧讲这天理课咧讲这个昼夜甲这个坠落，这个 fall 哈，啊，甲这个 distinction。两个是共字啦，共款的意思啦。要徛出来叫做作业嘛，总是你徛出来，即个若徛了无好势吼，就是你超越你的权柄啦，超越你的权柄嘛。所以蛇吼引诱即个亚当啊，甲即个夏娃咧吼，甲伊讲上帝无影讲你食的即个死啦，你会食的时阵，你的目睭吼，你会记迄段话无？蛇安怎引诱？蛇讲啥物？你若食的即个安怎？目睭会金啊，袂死遐吼，啊，过来，
过来咧，无过落去过啊，过来过。你要亲像上帝啊，然后咧分别好歹。这几句话吼，你等下安尼好好研究看卖啊咧吼。这几句话我感觉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咧啊。因为啥吼？这上帝甲你讲，你园内底我拢总互你哦，拢总互你。这上帝付钱是真大，互咱真大的权柄嘛。所以咱人常常想人定胜天有影嘛。上帝甲世界大项物件交互咱，咱太无胜天啊！咱用要甲上帝平交啊咧？上帝敢若讲，干你一丛卖食就好哈，剩的拢无要紧哈，干你一丛。即摆蛇甲因有讲，你无影啦，因为你食即丛的果子了吼，你的目睭会金啦，你目睭就八金哦。然后咧，你要分别好歹，你要亲像上帝哦，你着甲上帝共款，你要分别好歹啊。这样树吼，甲分别做，甲叫做分别好歹树，我感觉真有意思咧啊。是安怎分别好歹？这分别即句话吼，有两种意思啦，敢是？一种意思吼叫做 distinguish 甲分嘛，分 distinguish。另外一种意思吼是 defining 界定啦，敢是？所以你讲分别好歹有两个意思。我常常有影查经查到这段时间，会友问讲，上帝哪像是渔民主义啦，愚民主义咧吼。这分别好歹，不要咱分别好歹，无变安怎？啊，叫咱善恶不分是无？毋是哦，上帝爱咱会晓分别好歹哦。总是上帝爱咱分别好歹是会晓 distinguish， 会晓去分辨啦。分辨的意思是讲你有一个标准，对吧？啊，咱即摆大家人讲啥物好，啥物歹，咱有一个共同标准嘛，敢是？啊，讲头铁是歹哦，钱摕出来救一个人是好哦，咱大家人拢同意嘛，敢是？这就是讲。好甲歹的标准伫遐了，咱大家人会晓分啦，咱大家人根据这个好歹标准来分 distinguish。总是这分别好歹，另外一个意思是 defining， 是界定啦，界定我决定我讲，我讲这是好，伊就是好啦；我讲这是歹，什么人咧决定这个好歹？上帝嘛，敢是？所以我顶回咧讲吼，这上帝是自由啦，所以上帝无责任哦，敢是？上帝若是自由吼，上帝。创啥拢对啦，因为伊本身就自由嘛，所以伊无啥物毋对的问题啦。总是奴隶吼无自由啦，所以奴隶嘛无责任，只有上帝甲奴隶无责任啦。奴隶吼伊无自由啊，所以我做的代志拢你家叫的，拢你家命令的，所以我若做毋对，你负责任，我无责任。这是奴隶无自由无责任。伊讲人吼有自由啦，这甲上帝无共款，上帝是自由哦，咱是有自由啦。咱有自由，所以咱有责任。咱有自由，就是讲我会当决定，我会当选择嘛。我若会当选择的时候，我每一摆选择的行动，拢总有一个责任感伫咧。我都要替我选择负责任嘛。即摆来啦，这个蛇甲亚当夏娃吼，即个试探是遮了。因为你本来上帝互你有一个 empower， 互你有一个这个权力嘛，互你园内底大项物件拢好食。总是甲你讲，即丛树袂使食，好歹甲你讲啊，敢是好歹上帝决定的啦。我讲分别好歹树敢有毒？种上帝讲食了会死吼，敢有毒？无毒啊！若有毒，两个食了就死去，还无死吼。所以分别好歹树无毒哦。分别好歹树内底无啥问题哦。有问题是啥物？有问题是上帝讲这个袂使食嘛。上帝讲袂使食，你就应该袂使食。所以这分别啦。上帝是爱你遐分啊！你遐分讲话，你讲袂使，你就袂使嘛。我甲你讲会使，你就会使嘛。规个园啊，你拢通食，你就去食嘛。即丛你就莫食，安就好啊咧。你就要分别好歹啊咧。所以人已经会晓分别好歹啊。所以这亚当夏娃会晓应蛇讲吼袂使啊，上帝讲袂使食，会晓讲啊，所以会晓分嘛。总是蛇佫甲因为讲毋是啦，你甲食了，你的目睭金吼，你就变做上帝来分别好歹。所以这个分别好歹是无共款啊，是讲你变做上帝，你就变做好歹的界定者嘛。你来决定好歹，这就问题来啊，敢是？我讲吼，咱今仔日咧讲宣教也好，咱咧讲这个所有无论什么科学伫这个世界的物件内底吼，迄个上大的问题就遮了嘛。咱台湾讲叫一个叫做无共识的社会嘛，敢是？我有当时爱看这个政论节目吼，甲转来转去吼，你等下转看卖啊咧。
共一项代志，转一代吼，讲甲头头是道啊，敢是？讲甲头头是道，甲转另外一代，无共款的，完全无款，就嘛讲甲头头是道咧。啊，这个社会是没共识的社会。你讲咱这社会顶悬无一个大家人同意的共同的价值啦。咱大家人拢用家己的利益来咧做价值嘛。所以我讲的就对，你讲的绝对唔对。啊，你的想法咩？咱四50人、50人伫遮了吼，咱啊，大家人拢家己来决定咱的是非吼。咱敢法度一个遮，一时啊就冤家咧吼。先讲恁一较头前，我一较后壁，问题就来啊咧吼。什么所在，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大家人用家己的利益来决定是非嘛。啊，这个社会就混乱嘛。啊，你来想哦，这创世纪吼，对这个亚当夏娃开始吼，伊开始违背上帝嘛。啊，这违背上帝吼，这照这神学上咧讲，这个罪吼是啥物？就是骄傲啦。这亚当夏娃 commit 犯的这罪吼，伫咱的人类，伫咱的人性的这内在内底吼，所发生的迄个真正的这个本质是啥物？就是人的骄傲嘛，人的自私嘛，啊，自我上大，所以我听话咧讲，都爱把自我放来嘛，自私骄傲吼，这就是这个对这个基督教咧讲这个罪观内底一个上界重要的啊，自义啦，骄傲啦，哈啊，想要超越上帝嘛，家己变做上帝嘛，这就是罪咧。啊，这罪吼，对这个亚当夏娃 commit， 所以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拆离开去啊。所以你看这个亚当甲夏娃本来甲上帝的关系真好势嘛，伫这园内啦，照圣经的记载，那像是上帝定拢伫迄园的中间行来行去，因为当甲上帝讲话咧，哦。总是食即个分别好歹的果子了吼，讲凉风起，上帝的神行游伫园中，亚当甲夏娃吼听到声呐，走去避咧，啊，现在走去避，即个毋敢见上帝嘛，啊，现在毋敢见上帝，对家己无自信啊嘛，敢是？伊本来就赤身裸体，本来就甲上帝真好势，是安怎即马对家己的身躯感觉见笑？啊，这吼，这神学家咧讲哦，这关系破坏啦，就讲对即个。犯罪吼，人开始骄傲，啊，人目睭金哦，人开始家己去决定好歹了吼，这人开始负伊这个目睭金的责任起来哦，人甲上帝关系破坏，啊，上帝开始咒诅人，咒诅查甫的，咒诅查某的，上帝开始咒诅蛇，咒诅土地咧，啊，人开始甲这土地关系破坏，人开始甲人的关系破坏咧，啊，我就讲这亚当甲夏娃讲吼，看到夏娃的时阵，讲这是我的骨内骨，肉内肉咯。我的骨我的肉就真好啊！即我骨内骨肉内比我家己骨较要紧的人呢，敢是？是我上亲，则比我的生命上本质的物件。啊，莫甲即个犯罪咧，莫甲即个分别好歹树食咧到地。这上帝问亚当讲：你是哪去食？讲是亚当哦，亚当讲这是夏娃嘛，敢是？啊，毋是干你讲夏娃啦，是你创造互我，你带互我迄个夏娃，毋是我的责任咧，是夏娃的责任，佫是上帝的责任咧。啊，夏娃嘛无较好啊，敢是？啊，夏娃讲啥？讲是蛇引诱我咧，人甲人的关系吼破坏咧，啊，人甲家己的关系也破坏。我都讲对家己的这自信，对家己这款的这个 integrity 吼无去咧，所以这规个关系破坏啦。所以咱今日咧讲这基督教的教义吼，毋通甲留伫这教会内底看教义咧。这教义需要摕来伫咱的逐日生活内底来看。咱人生今日咧解决这物件，啥啊？政党安尼，男女安尼强，啊，这规个社会安尼不，종족规종족是啥物件？利益嘛，自私嘛，敢是？人的这本性的这问题伫遐了。咱教会吼，到底今日宣讲的这福音是啥物？啊，你也看讲这保罗吼，保罗到伫这个罗马书加勒泰书的时阵吼，伊安怎讲？伊讲吼，世间人吼，对一丛树啊，对一丛树啊犯罪啦。敢是？亚当夏娃就伫即个分别好歹的即个树啊，会骹犯罪嘛？抓甲引诱啊去食了犯罪嘛？啊，伊讲咱吼踮伫基督伫另外一个插头的面前吼，找到救赎啦。啊，所以咱人的拯救甲这插有关系，甲这树啊有关系咧吼。一丛树啊，甲咱带去犯罪，就是即个亚当夏娃咧。另外一丛树啊，甲咱找来找救赎，就是十字架嘛。这插定的这十字架。啊！这耶稣安怎样甲咱找救赎？耶稣安怎找救赎？啊！保罗伫这个罗马书伫加拉太书内底咧，甲咱讲因信称义咧，咱是靠信耶稣基督来得到称义咧。啊，信耶稣什么意思？
已经讲6礼、讲7礼拜，你讲信耶稣什么意思啦？吼，信耶稣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行耶稣的路嘛。你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啊，保罗咧讲耶稣安怎样透过另外一张树啊来，互咱得到救赎。咱来读这个耶稣吼，要从钉十字架进前，伫这克西马尼园，咱会记，克西马祈祷嘛，敢是？伫遐逼切祈祷流汗咧吼，祈祷甲流汗，啊3摆倒转来看学生的时，学生吼拄久啊困去咧吼。总是耶稣吼，甲要互这个祭司头甲掠去的时阵吼，伊安怎讲？伊祈祷啊，伊讲爸啊，若会做得，求你将这个杯离开我。啊，刷落去咧，啊，对，总是吼，无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旨意。哎，这保罗咧甲咱讲，你该爱甲这两个故事，甲这亚当夏娃伫这个分别好歹树仔骹吼，遐经验的故事，甲耶稣伫这克西马尼园伫这大真济树仔骹吼，伫这个另外一个树仔骹吼，伫迄个所在经验，你起来比看卖啊！啊，一个是上帝讲你毋通食。啊！你食迄个死哦，啊，总是抓家讲无影，你食目睭金，你变上帝啊！你分别好歹，啊，你家己就是上帝啦。啊，咱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吼，都是伫这个文明内底影响。咱今日逐个人拢想要做上帝，咱逐个拢有这个 temptation 啊！啊，我讲这毋是干那讲你伫这政治的这个权力的顶端啦吼。我做老爸，我做阿公吼，我真侪时阵超我应该做老爸、做阿公的时阵呢。咱对囡仔的态度，咱对囡仔安怎咧 exercise， 安怎咧落实咱的这个权利。我做老师啊，我做这个公司的这个长官，我安怎咧 exercise 我的权利？这逐日咱定定去想讲，这权力到底安怎样咧 exercise 咧？啊，耶稣吼，即摆甲这个亚当夏娃，伊无应该做的代志吼，伊超越嘛，就种超越家己的这个权利啦。我这叫做无去。我叫做讲这权力的滥用啊，权力的滥用，就是讲罪吼，甲这个圣经内底罪，甲 translation， 甲 translate， 甲翻译出来啦，用咱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话甲翻译，就是滥权啦，滥权。对权力的滥用，都是圣经里讲的罪啦。啊，权力滥用包括自私嘛，啊，包括自义嘛，包括家己要扮演上帝的这个角色，这些拢是超越这个咱应该有的。所以咱这个保罗定来讲吼，这保罗讲啥？讲无看家己吼，比所应当着看嘛，是吧？咱应该是伫咱上帝甲咱创造的这个身份内底来活咧。咱若看家己超越咱应该看，啊，就是罪啊嘛，就是犯罪咧。啊，所以吼，比较这个亚当夏娃伫这树仔骹，啊，伫遐受这试探，讲我上要爱权力，我上今日来甲你讲，你这个水果食落吼，你着甲上帝平熬，你着甲上帝，我90%，我毋讲90%人会食，敢是？哦，即摆真侪人，啥物药嘛要食，吼，这有效，咱嘛要证明啊。药我甲你讲哦，你食了头毛会乌，啊，偌济人食对药头毛要乌吼，啊，你食了会安怎？你逐个人就食咧。我咱咧追求要达到啥物吼？我讲我定定甲无孙女开玩笑讲吼，我看吼。讲来都是人我看这真济这个影册名册吼，啊去美容啦。啊，你若是有真正有啥物受伤创啥美容，这都无话讲嘛吼。啊，就是有诶看起来都水水吼，啊嘛要过去美容。啊，你知影美容吼，绝对袂较水诶啦，听得对无啦？你知影是安怎？我看吼，足济咱台湾有一个真出名诶太太吼，我去美容。你若看，你若看伊吼，伊的面，伊普通时拢莫讲话，啊，也是讲伊啊点点困的时阵可能还好咧。伊若开始面讲话叮当吼，你就开始问题，因为美容的所在袂叮当嘛，你知道？咱的面吼，这协调性是我讲话，你看我逐个肌肉拢咧叮当嘛，所以这协调性伫遐咧。我若甲这鼻仔甲隆鼻了，这鼻仔变做毋是我的，我若莫讲话，鼻仔真水哦，笃笃咧，敢是？我若讲话咧到地，我若叮当咧到地，逐个拢咧叮当，甲鼻仔袂叮当咧。你个看你袂水，啊！这就是咧讲，咱安怎样想要超越嘛？上帝互你安尼，啊！你想要超越嘛？所以我顶回讲吼，30岁以前吼，你的面貌恁父母甲你负责啦；30岁以后家己负责。
啊，迄吼，迄就是讲你会较水吼，毋是透过美容啦，毋是讲我30岁有钱通美容啦，毋是咧。因为你爱充实你的内涵嘛，你的内涵会表现出来你的面相嘛，变做一个亲切的人，变做有疼心的人咧。迄个水吼，无啥物件通比的。啊，所以这是讲这咱权力的运用啦。但是你甲比较搁倒转来，这克西马尼园吼，拄完全对变，敢是？耶稣伫遐祈祷是讲吼，爸啊，若会做得，求你将这个杯离开我咧。意思是啥物？我毋免啉这个杯嘛，对不对？我毋免啉嘛，这毋是我的责任嘛。这个苦杯是，咱讲耶稣是无做的嘛，无做伊态就去啉这个苦杯，伊啥啊？爱去用定十字架，伊毋免啊。啊，总是伊个煞来讲啥物？讲是总是吼，无照我的意思啦，是照你的旨意。你也看讲，咱头前咧讲吼，这上帝国这上关键吼，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吼，甲这个原来这个台语圣经甲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这个上帝的国，甲改翻哦。啊，这改翻吼，有偌济人去注意讲这改翻的这意义伫倒位了。你讲咱即马祈祷上帝国，毋是咧祈祷讲原理的国临教，是原理的主权落实啦，原理的主权实现嘛。啊，这就无共款啦哦。咱以前咧讲原理的国临教，是讲毋知是伫比利时，还是伫美国，还是伫这个英国吼，迄是上帝国嘛，所以较紧来移民啊，较紧来找咧。即马若是讲吼，你讲上帝的国是咧讲互上帝的主权落实的时候，你祈祷的时，你都毋是一个旁观者啊咧，但是你祈祷的时阵，你是咧祈祷你家己的条件，对无？上帝的主权倒位，所以圣经内底上帝，这个耶稣甲恁讲，上帝的国就伫恁中间咧。啊，更较严重的是讲，上帝的国就伫你的心内咧。上帝的国免啊伫你的心内，上帝的国免啊伫恁中间。那是国是干那咧讲土地人民吼，上帝国太伫咱中间啊！上帝国若毋是伫美国，就是英国，就是伫加拿大啊，伫即马澳洲吧，还是纽西兰啊？遐个咱世界人甲评做讲，哦，迄上好大个所在，上帝国嘛啊！毋是上耶稣毋是安尼啊，是伫恁中间，伫恁的心内嘛。所以心起来就是讲，你每一人祈祷上帝国临到心内，每一人祈祷讲原理的权力实现咯。安尼原理的权力实现是讲，你的权力即马无实现嘛？咱台湾即马就是逐日拢咧祈祷讲，原咱台湾变做一个国家嘛，变做一个国家，毋是讲我甲这个土地搬去别位啦，就是伫遮了，互咱台湾人人民的这个主权会当实现嘛，咱会当真正民主，用人民来选咱家己的政府，用咱家己政府来统治咱家己国家咧，毋是即款用一个外来的这个35省，即马嘛毋是35省啊啦吼，所制定的这个宪法，甲你砍伫遮了，啊用迄个鸟笼公投，叫你永远改袂过吼，啊我甲你继续来统治咧。这才有主权，啊！咱家己讲，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摕甲这个外国国旗啊，伊也毋敢救起来，啊，参中华民国嘛讲袂出来，这才是有主权。这国不兴讲嘛，所以我甲这个迄两个中国的学生讲吼，这台湾人甲上帝国上近啦，啊，上近是安那？中国咧打压嘛，那是做吼，甲咱迄个应该有迄款甲主权归互上帝迄个吼，甲咱摕掉迄个。安尼对咱讲，就是讲咱逐摆祈祷原理的国临教时吼，咱家己爱问哦，我即马是上甲通知，咱家己是啥物咧甲咱通知？咱的私欲，咱的自我嘛，咱无互上帝主权伫咱家己的生命内底实现嘛。啊，咱的生命若无互上帝主权实现，咱的教会、咱的团体，它有可能有上帝国；咱的国家，它有可能有上帝国。咧教会若无伫即个部分吼，甲即个。咱的宣教，咱的教义，甲伊落实做一个伦理，做一个咱的生活的即款的即个条件的时，咱咧甲社会传福音是，我讲传咱家己的福音啦，传咱家己，传咱家己爱物件尔，无咧传这社会应该有这福音嘛。啊，这是我想讲，爱 translate， 爱甲这教义甲伊翻译做一个可行的，即个社会伦理的一个责任啦。啊，这是我咧讲上帝国啊，所以你来看讲。这个对耶稣带来这拯救吼，相对回应伫这个旧约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的罪吼，这个连贯起来吼，咱伫历史的中间，甚至教会2000年来历史要做啥物？啊，我讲耶稣宣扬上帝国，啊，咱有甲上帝国幸福耶稣基督啊，啊是咱干那咧创一个你争我夺的教会的这个所在，这我讲这是有真侪问题啦。然后我最近咧读这个。一本即个犹太人写的册吼，你讲伫即个
伫索亚以后，咱有法度读圣经无啦？吼，就讲伫索亚是这 Holocaust， 伫这二次大战吼，这希特勒这杀死600万的犹太人了吼，咱敢有法度读圣经？那到底读圣经想上帝伫遐探查上帝吼？总是咱去面对这600万的犹太人啊，佫称作是上帝的子民哦，上帝的选民600万人呢，用假死甲杀死咧。这咱安怎佫再读圣经？安怎佫再对圣经讲上帝？这真严重啊！这内底一个无论你讲是讲，这其中一个原因真济啦，你讲真济其中一个原因，这基督教吼，咧读圣经的时阵吼，甲这犹太人读做是一个背叛者嘛。我讲希特勒吼，加遐敖，伊一句话安尼真正全德国的人拢听伊的，就去甲犹太人杀死600万。现在要听希特勒，我无相信希特勒真正遐尼厉害咧。就是这德国拢是基督教咧，这基督徒伫传统历史中一直教导讲犹太人是歹人嘛，敢是？咱一直教导犹太人是歹人，犹太人是罪人，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人咧。甲这个物件挂甲这犹太人挂一个这个标签去了吼，希特勒讲这真正歹人，甲杀死，大家就杀咧。你看咱讲道吼，逐礼拜咧讲道，咱讲啥物？咱教导会友吼，咱咧教导啥物？咱读圣经，咱对遐得到啥物物件？这吼。潜移默化吼，塑造咱基督徒的 character 啦，咱基督徒的这个性格，基督徒的这个人格，伫遐修饰塑造且塑造出来了，咱安怎？所以即摆真侪问题啦。咱咧讲这个跨宗教的关系咱安怎教导？咱咧讲这个社会中间真侪这弱势者的这个问题，咱安怎教导？我感觉讲吼，这基督徒爱好好去想啦，讲咱咧运用权力啦，特别咱当咱人济的时阵吼，咱有权力。基督徒伫台湾人少啦，毋过当咱的知识悬的时阵，咱有权力。基督徒虽然人无济，毋过咱的知识平均是较悬。所以咱伫社会内底毋是无权力的人总是咱安怎用这权力咱安怎样咧看待这社会中间真济问题真济甚至有真争论性的问题。今日无时间，所以莫讲迄个所在入去不过我感觉讲，应该爱去想看觅，咱安怎咧用这咱安怎受塑造咧？权力是啥物？我讲，咱过去教会无爱讲权力，毋过上帝国就是权力嘛，上帝国就是权力。所以问题是在于这个权力的本质啦。对这个创造的故事，甲这12架互咱看到讲这个权力的倒转。耶稣基督用这12架来做咱这教会这个记号定12架这个你看到讲这上帝被定死。我咧讲这基督教上界有价值的物件，就是伊的逆理嘛，伊的逆理就是这是非而是啦 ，paradox， 伊的逆理这上大逆理就是讲，上帝去用定死，这是上逆理对吧？用定死的才会当做上帝，就是咱真正咧拜一个用定死的上帝，敢是失败的上帝。这定死的上帝，失败的上帝，你甲恁讲啥物？你甲恁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世间的救赎是对听来的，毋是对武力来的。武力袂拯救啦，听才会拯救。用武力达到的这个解放会变做一个轮回啦，另外一种武力的轮回。我若用军队来征服你我就爱定惊别人去用军队来甲征服。只有用听征服的才有永久性。所以这就是权力的这个倒转。耶稣基督就用12架，所以上帝我上帝太麻烦咧上帝一句话就解决代志，真麻烦，就甲互家己的囝出世伫马槽来世间受苦母一大摊母到尾手个定死就是太遮麻烦咧。无遮麻烦袂甲即个咱的人生甲即个世界历史的这奥秘甲伊的困难袂凸显出来咧所以我咧讲即个 reinterpretation 对这权力的再解释啦。权力的再诠释，这个是我想咱教会爱去面对、爱去处理的问题。咱若真正要 faithful 信息伫这耶稣咧，甲咱讲这上帝国的问题。若无咱搁祈祷上帝国临到，要祈祷啥？要期待啥物？期待咱家己的改变咱家己的改变期待咱团契的改变。咱直接的这个方式无共款过去咯定契约咱这定契约啥？定契约就是要限制对方嘛，敢是咱普通定契约是要限制对方嘛咱什么时阵定契约是限制家己
定契约来限制我家己的时阵，迄就无共款啦，这是这 covenant， 咱甲上帝这契约。你知影这上帝甲哪阿定契约？你若看到庆，这是契约的记号嘛？你若看到庆的时阵吼，我就知影我袂用大水来淹世界嘛。你限制啥物人？限制上帝啊，敢是？所以上帝定契约限制伊家己啦，咱定契约限制别人啦，敢是？这都转变嘛？这美国的总统逐摆若选举的时，拢讲是 covenant 甲恁个订约，甲恁个立约咧，甲恁个立约啥？我甲恁立约，我要安怎做啦？这是 covenant， 甲这 treaty 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上帝国若安尼了解时这规个咱对这上帝国的这个了解无共款改变这改变咱才会当去了解这耶稣咧讲的这个故事。这是我伫咱总会迄阵咧发展这个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我做这个研发中心的主任的时阵发展出来。我迄阵咧讲上帝国的宣教，讲上帝国宣教时，我就经这个挂菜种甲物件。耶稣咧讲，上帝的国亲像啥物？上帝的国亲像挂菜种，亲像物件。我毋知影咱大家人咧读这段圣经安怎解释？你安怎解释上帝的国甲挂菜种甲物件的关系？有啥物关系？挂菜种大肠鸟仔叶，甲上帝国有啥物关系？物件有啥物关系？总是你若是对这权力的角度，当这权力甲伊反转来了解，因为这讲耶稣伫这路加福音22章是吧？伊咧甲这学生讲啦，要定是这个，伊讲伫外邦人的中间有称做君王的咧治理因嘛，称为君尊的做王来治理因啦。总是伫恁中间，毋是安尼，这真要紧伫外邦人的中间这王嘛，治理因嘛，总是伫恁中间，毋是安尼啊？伫恁中间做大的，爱做事势，做头的，爱做车样。权力，敢是？因为你安怎看权力？大个人有权力啊，头个人有权力啊。总是也说无问题，大个人有权力，这个做头个有权力嘛。总是你的权力是啥物？做大个人的权力就亲像做事势共款嘛，顺服嘛；做头个人的权力就是亲像做萝卜共款嘛，服侍嘛。所以这个权力对迄款追求家己的利益、锁管家己的利益，这款的权力的观念，安怎样转化做一个 service 服务的权力啦？变做一个服务的权力，变做一个去帮助人，变做一个 constructive 建设性的这个权力，就是听嘛，就是听嘛。所以12家上顶这个听甲这个权力反转嘛，就讲咱的权力就是听的权力，听的权力。所以这我今日这里甲这个中原大学开这个主管会议逐摆我都因为过去拢干咧祈祷一下就开始安尼啦。我讲祈祷人的话啦，大家人爱听上帝的话，所以我逐摆拢准备一个圣经节先读圣经节才老师听，因为90%拢毋是基督徒了。我讲你最少听一个圣经节嘛好，圣经节我今日就选这个你讲在听对德啦什么意思讲就是我是这马太福音啦，咧讲到耶稣咧讲恁听人讲，有过去的人安尼讲，我袂使害人，总是我甲恁讲，都爱听兄弟这过去的人讲就是这个听朋友怨恨对德，我甲恁讲，恁就要听恁的对德那这是一个反转权力这规个改变这规改变这个权力，你看中安尼上帝国亲像啥物？那上帝国亲像这个挂菜种。这挂菜种甲物件我讲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谦卑啦，谦卑啦。因为挂菜种甲物件伊的效果拢是伫一个动作内底产生啦，就是欢喜抬落去啦。迄个动作抬落去嘛，你挂菜种抬伫土里嘛，无抬落去土的挂菜种甲放去桌顶无效，敢是？袂大丛，袂活啦，所以爱抬落去土才会活牺牲啦，爱谦卑。物件嘛是物件发芽你放伫干一串物件黏打去定起咧，爱带落去面粉。所以这个挂菜这物件共同的所在就是谦卑啦，屈家己落来嘛。所以咱讲摒空家己这对第一讲开始一直咧强调摒空家己第二个是啥物？因为你干咧谦卑干咧屈落去
无效咧。讲你爱有性命啦，是吧？毋是大家拢有效啦，敢是？啊，咱讲这基督徒会当甲外邦人结婚无？甲这讲外邦人，基督徒会当甲非基督徒结婚无？啊，当然会使啊，敢是？啊，结婚透生袂使。啊，毋过咱真侪人无爱啊，是安怎？你若讲基督徒甲这个非基督徒结婚吼，哪会当甲去非基督徒带到基督徒要结婚无？袂要对无？哦，啊那基督徒甲非基督徒结婚，怎变做非基督徒？你要结婚无？无信心。啊，对无去，是啊，所以就是无生命嘛，敢是？哦，所以讲上帝国吼两项啊，上帝国一项就是讲你要有生命啊，啊这生命啥就是一个影响力嘛，所以这挂彩种吼，种咧大长起来了，这赤椒啊伫遐做熟咧，面甲甲大落面粉内底规团拢发起来咧，有这生命咧。总是这有生命吼，都爱有谦卑嘛，爱欢喜屈家己嘛。所以这是讲炮啊，权力啊，总是权力，毋是咱咧想迄款dominant的权力，毋是迄款宰制性的权力哦。权力是一个 inside out 啊 ，inside out。你讲这是仆人的领导啦吼。这坊间你若去读这足侪这款管理的书，用这仆人的领导来讲先啊。就讲你在做萝卜，你甲服侍啦，啊，透过你甲服务这样代志吼。来 exercise 来展现你的领导能力，所以伫看袂到的中间啊，这一个仆人领导起来，就是讲，你咧甲服务时可能感受袂到，有时你若无伫遐时吼，伊足少念你的，要即个人无伫咧，我无法度做代志咧，迄就领导啦，领导啊，咱领导吼，要安怎伫即款无形中吼啊扮演出来，啊去影响人，即款的影响人吼，无人会甲你拒绝啦，咱真侪时阵想要影响人吼，人抗拒嘛。我是安尼互你领导，我是安尼互你管，我是安尼互你教，毋免。啊，总是你若是真正有疼心的时阵吼，你咧甲影响伊根本毋知，欢喜接受，啊，甘愿军队，这是讲这个挂太精，是安那？拄啊讲上帝讲吼，咱爱谦卑，敢若讲爱骨落去，真美教，敢做萝卜，但是你拄啊讲。叫咱叫做上帝讲吼，来重新的这主权的解说，啊，主权的解说，就爱争取，咱要有权利去争取咱的主权，啊，佫叫咱变萝卜，啊，咱即马就萝卜嘛，啊，咱即马就无萝卜就无主权啊嘛，啊，你讲要安怎去，甲即个上帝讲，用即个主权，我佫听无啥，用主权变说佫解释到上帝。啊，对我来讲，这台湾是国无成功吼，是咱的这人民这个主权无互这个互人承认嘛，所以要安怎互人承认？这就是对遮去看到这罪存在这中间嘛。我感觉讲，咱台湾人会当甲这世界讲的，就是讲，我以前吼伫这总会时阵，我咧讲吼，迄阵这个南非的这阿帕泰这个种族隔离拄啊拆离开啊，这个曼德拉拄啊出家啊，开始咧选这个南非的总统的时阵嘛，讲这全世界逐个人拢开始知影讲阿帕泰就是罪啦。去甲即个乌白甲伊隔离这吼，这是一罪宗教上的罪啦，即信仰上的这罪嘛。我讲吼，这世界国家甲台湾这2300万人甲伊隔离起来，互咱袂当伫这国际社会来做一个正常的人，这嘛是阿帕泰嘛。我讲这是 new form of 阿帕泰，迄阵即个联合牧师几若摆出去，就用即句话样讲嘛。我这全世界咧 exercise 即款 new form of 阿帕泰，就讲这是一个罪嘛。所以台湾人要出来一个吼，这毋是咱的问题咧，是只个毋准咱去做一个人，这个人的问题嘛，所以咱要安怎会当来做？今日咱来讲，我要用好，要争取咱的主权，我来甲中国拍赢无？伊甲美国拍赢无？甲日本拍赢无？无法度啊！敢是你若要甲人用比这个拳头尾，咱根本无法度甲人比咧。咱能当比啥？比咱疼心咧。日本吼，咱311，咱做遐代志，到即马看偌济日本人要咧感谢台湾。你讲咱有失去咱迄款这疼的能力无？咱若无失去这疼的能力，台湾若是甲这个国际社会证明讲无台湾这个世界欠一个大缺陷。我定来讲这教会吼，变咱286这教会这价值啦。这不定咱家己嘛会当想法咱少年教会啦。我讲这教会存在价值上界直接的286的信是啥物？就讲有一日我若去教会要关起来吼，我四周围这隔壁逐个人来讲，毋关无。那你四周围讲咱教会即摆要停一礼拜，袂使，毋通停。咱要关教会袂使。
这伫这马来西亚的时阵，一牧师甲我讲个故事，伊讲有一间教会吼，伊专门咧做即款弱势者的关心啦，起头咧做吼，无几个人，教会其实嘛足细间个咧，有一摆咧火烧厝咧，怎教会烧去啦，烧去吼，这教会怎伊无款，其他的教会无款，佫起起来，起袂好，佫烧一摆啦，怎烧去啦？所以这教会怎决定放弃，无爱去。一个宣布讲放弃，无爱去吼，哇！这庄社内底这无共款的这机构，包括宗教庙司吼。大家人走来找讲，唔通来起，阮出钱起咧。所以迄间教会都起啊，说毋是教会的啦，因为这社区大家出钱起的教会咧。你讲这一教会价值是遮了啊？敢是？你讲咱爱做一个教会，是讲别人会感觉咱若是无存在，真可笑。咱的教会若做到有一日，大家人感觉你无存在，做你无存在，是较早无存在较好吼。无论咱内底有啥物偌济的物件，拢无意思。敢是？这是 for others， 就讲咱是一个为他人存在的教会啦，毋是为着家己存在的教会嘛。这是耶稣嘛。 无耶稣要拍破伊的身躯，咱逐摆咧守圣餐，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耶稣若拍破伊的身躯，互咱来得到氧气吼。咱咧讲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呢，教会敢是？这以弗所书嘛，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咱甲身躯饲甲肥肥胖，这是我读这个黑人神学，美国一个黑人神学家，伊有一我甲翻做一个细本的册，叫做《教会是什么》啦。教会是啥物？ 这黑人啦，这黑人这神学家吼，伊伫这美国的社会咧讲的啦。伊咧讲吼，我读圣经，我捌耶稣吼，耶稣是一个身躯破碎安尼规身躯捌拉散吊伫十字架即个耶稣咧。总是我伫美国的社会看到这白人的教会吼，大家食甲肥肥水水教会起大间咧，我较安怎斗嘛斗袂着，这是耶稣的身躯咧。这是问题嘛吼？就是讲咱安怎样倒转来看这教会的身份啦？ 安怎倒转看咱这信仰的身份？我毋茫讲，我的条件无上过头严下咯，咱感觉讲哦，安尼足歹做。总是其实就是讲做基督徒这个身份爱互伊有下这个身份，做耶稣的身躯的教会爱互伊下做耶稣身躯的因咯。咱读圣经嘛，对圣经来讲嘛，所以这是毋知安尼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啦？来，我想讲较紧讲哦，了，通好，咱有一个时间互咱讨论啦吼。所以我拄仔讲。 挂彩证甲物件这吼，你甲咱讲上帝国，所以对这挂彩证物件，互咱经验讲上帝国伫你的心内。是啊，我想讲去上帝国吼，有真侪人想讲都要死去才去上帝国，我想毋是啦，活咧就会当经验上帝国，咱逐个时期拢会当经验上帝国，所以这个契机啦，这个开罗斯，咱的时间吼。 有一个这个理念，有一个 chronological 这款的这个时序性的时间啊，有一个这款这个开罗斯啊，这款这个契机性的时间啊，咱的人生是安尼啦，咱定定拢活伫这个 chronological 这款的这个时序啊，今日明仔载后日到世界的落尾，到死了后的代志，咱定定咧想讲死了后才解决代志咧，总是咱基督徒佫相信死无煞咧，死安怎毋知影，总是吼这是啥物人？这个天理学嘛是啦，伊嘛是讲，咱的这个终末吼，毋是伫未来啦，咱的终末是伫咱的生命一个点啦。迄个点吼，就是讲咱当这个人生生命意义伫迄个所在浮现啦，互咱伫遐经验着甲上帝连接啦。迄款的这洞察，是讲这佛教咧讲这个悟道吼，悟着。 一个豁然开朗迄款的人生的时候，就是你的终末嘛，这终末是有无共款的这时点咧行，所以咱毋免听啊到讲死了再来经验上帝国咧，这马克思啦，这个弗洛伊德啦，这人咧批评讲这基督教是一个鸦片的宗教，拢讲咧死了有福气啊，死了有福气，所以咱圣诗以前有一首歌叫做这世间艰苦是暂时，不比天堂ยัง福气嘛，所以后来甲剃掉啦吼。 咱一直唱一款歌，甲袂是讲咱世间都无愿望，拢一定要听到天堂福气，佫咱佫逐个人惊死咧吼。天堂人福气，咱才要紧死咧，逐个人伫世间咧拼甲要害咧吼。这是一个矛盾的物件嘛吼，所以甲迄剃掉。是讲咱若安尼，咱毋是干咧其他。当然咱有一个终末观啦，有一个这个末世上帝这个角度的这个观念有啊。毋过咱甲上帝的关系无停到遐，今仔日咱都咧经营甲上帝这个要紧的关系哈，所以这伫咱的心内，伫咱的中间一个哈。好，过来之后我真紧来讲，是讲，因为咱讲遐尼久咧，讲这个做文道的这个使命啦，做文道的代价咧哈。到这个路加遮吼，咱来看，伊写一个经节咧讲，
到我遮来吼，若无疼我，赢过疼家己的爸母、母囝、兄弟姊妹吼，甚至伊家己就袂做我的门徒。这是现代中文的一本啦。你若去读这个台语本看卖啊？台语本则是安怎讲？敢有人知？台语本这个所在是讲吼，要做我的学生的人，要做我的门徒的人吼，若无怨恨伊的爸母、母囝、兄弟姊妹吼，就别做我的门徒。敢是安尼？所以咱的教会真少人要讲这段圣经，哦，歹讲啊，这叫做困难的经文啦。啊，总是我感觉爱讲。就像咱真侪这耶稣的教是这逆理性物件，咱无爱讲，拢唔敢讲。啊，所以结果这珍珠大于土呢，咱拢看袂到啦，拢无去甲伊学起来嘛吼。所以爱勇敢去面对这款挑战的经文啦吼。这是啊，我讲下面这个不要紧，这开咱再来讲吼。所以伫遮是咧讲啥？你讲这我咧讲这是天国的邀请啦。伫这个圣经的内底吼，有两个这个门徒邀请。咱过去拢咧讲一个，就是讲耶稣讲，恁若要做我的学生吼，就爱看无家己背十字架来对我。总是其实吼，耶稣伫圣经内底另外一种讲法是倒变哦。伊讲恁若要做我的学生，就看无家己背十字架。然后伊讲，恁若无怨恨啦吼，恁若无怨恨爸母、母囝、兄弟姊妹吼，就袂当做我的学生啦。一个是做我的学生爱做啥物，一个是你若无做啥物，袂当做我的学生哦。啊，圣经内底平一个所在讲这个代志，啊，这是讲正面的邀请哈，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咧，啊，袂当做门徒，你消极的这约束哈，是讲都爱怨恨哈，爸母、母囝、兄弟姊妹啊，所以咱的这个和合本哈，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甲改翻啦。甲这怨恨改翻做啥物？翻做疼我无赢过疼你的爸母兄弟姊妹啦，安尼较轻啦吼，较无遐尼强烈啦。啊，总是意思是共款啦，意思是共款。这两个吼，主要咧讲的是讲这做门徒吼，这是一个决断。啊，这决断有两项，一项就是讲你要做门徒吼，要做门徒，你都爱学耶稣的款式，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咱已经讲的学耶稣的款式咯。所以另外一个是讲，你要做门徒，要加入耶稣的团契，甲耶稣开始有团契关系、同事的团契关系吼。要做耶稣的这入门的这个学生的时阵，你爱有另外一个决断啦。迄个决断是啥物？就是爱甲这个世间的这个上亲密的、上重要的吼，这款的物件吼，爱有法度超越啦。啊，这是咧讲啥物？这是咧讲两项，一项是讲做门徒这个身份吼，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啦。做门徒毋是名词啦，做门徒是动词，是无？因为我即马对耶稣照耶稣的教示行，我是做耶稣的门徒嘛。较停啊，我若无爱啊吼，我袂对耶稣啊，我无要行伊的教示，我感觉也是门徒，都毋是啊。啊，这吼，这是意思讲，咱甲耶稣的关系是动态啊。咱逐日拢咧决定我甲耶稣的关系，所以咱逐日爱灵修是安尼嘛。逐日拢爱去提醒咱家己要安怎样做这耶稣的学生呢？逐日拢爱去决定哦，你逐日拢有自由啦。啊，所以这个学生对耶稣对3年啊，耶稣人讲，恁若要对我，啊对3年啊，佮讲你若要对我，就讲你今晚嘛要当不爱对我，明仔嘛要当离开我嘛。所以这是动态，咱咧做门徒这是动态的关系哦。啊，所以这动态的关系是咱甲耶稣这个关系，这个连接，你透过咱不断做信仰告别，不断就毋是干那伫这个要洗礼时啊，一摆信仰告别，逐日拢爱甲伊信仰告别，讲我要有认耶稣做主无？我要用耶稣的这个主管做主管无？我要尊伊做主无？啊，这款的个别是，咱逐日来这里做。啊，迄个关系吼，愈亲密的关系吼，就愈排他性啦，敢是？我定来咧讲，你若讲要来，咱就来去同学会交友啊，问同学愈侪人参加愈好嘛，对吧？啊，伊若讲我要甲男朋友约会，要甲女朋友约会，最好是无人跟我来哈，跟我家己来去就好，敢是？这私密性嘛，啊，私密性讲这亲密的这程度啦，亲密的程度，啊，亲密的程度爱亲密到啥物？啊，这倒转来，这是安尼讲，倒转来，甲我以前咧讲这个田立课咧讲啥物？咧讲咱的这个信用的动力，这 dynamic face， 你的信用安怎有力？伊讲就是爱照这圣经讲爱真心、真性、真力、真意，疼主你的上帝嘛。你疼耶稣，若是讲真，就是讲无保留啦。我无做任何保留来疼耶稣的时阵吼，迄信用的力才走出来，才开始有动力啦。
所以我顶回甲恁讲，初代信徒咱像基督上帝较要听咧，这做4代5代，咱就基督无啥力咯。这毋是基督无啥力啦，是讲你信的这个导入，信的导入。初代信徒因为拄啊 convert， 所以伊对这个信仰伊完全的接受嘛，所以伊基督伊就相信咧，所以伊就正嘛。这无保留的这个关系是上亲密的关系，上亲密的关系是啥物？就是你有这个拜他性啦，所以咱世间吼，甲咱上亲的是啥物？父母母囝兄弟姊妹嘛。甚至家己性命嘛，这是咱上亲的。这世界无啥物物件比这个较亲啦。父母甲咱的关系，母囝这个兄弟姊妹是咱家己的性命，不要找无啥物比这个较亲啊嘛。就是耶稣讲吼，你若要对我，无放弃遮个啦，你无法度超越遮个啦，都无法度做我的学生啦。这也是这个创世纪咧讲结婚的代志嘛，敢是伊讲甲这个夏娃甲亚当见面了后，讲这我骨来骨肉来吧。然后这个上帝来讲，所以人要离开伊的父母，甲伊的母三角大。这离开啊，这毋是干那普通的这离开尔，这离开是心理上的独立嘛，敢是？我要安怎样有资格做一个丈夫？我要安怎有资格做一个妇人人？我若是要自己干后头拢咧看父母我做丈夫无负起做丈夫的责任的。我自己干嘛外家安尼扭条条我做妇人人无做妇人人责任嘛？敢是？这变做一个独立的人啦。而且独立你才是有一个有能力去听的人嘛，有能力去贡献的人咧。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这个讲你要对我，你若无做这代志，咱袂当做我学生啦。袂当做我学生会啦，咱做基督徒，咱对耶稣，咱其实足侪保留的啊。咱后壁咱后门留一大堆，咱嘛咧做基督徒会啦。问题就是讲，咱咧讲得到的物件就是遐嘛，得到的物件是遐嘛。你要安怎样去得到迄个真正的迄个甲耶稣基督亲密关系所经验迄款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豁达平安免啊经验？伊讲就是安尼嘛。你有法度投入这款的新的关系内底，新的团契内底就是讲对这认同甲疼，对这亲密的关系产生这创造性的这个关系这是我顶回有讲过这个。某囝这个部分，就讲过这田立克咧讲的这个无保留的疼，终极的这个关怀啦。甲上帝看到咱终极的关怀若无上帝是甲咱斗一个冰箱尔装饰有也好，无也好。若有也好，无也好的物件对咱的生命无影响的，是迄个无灭杀一个物件才开始对咱生命有影响嘛。这是终局性，还是讲这个无保留性？真全的这款的信仰这是真大的这个挑战。毋过你也看，这宗教伫这人类社会内底，所以万年溃裂伫这个所在开始发生的。你即摆来去看这个 ISIS 去看这个回教，较极端的这个回教徒，是讲这 fundamentalism 的这基督徒，你看到这款的物件足可怕的。所以伊也 constructive， 伊若是建设性的时阵对人类真有帮助的；伊若变做魔鬼性的时阵对人类足大的损害。实在损害有力嘛？我定来讲笑话，讲这个李登辉总统咧做总统的时阵咱这个蒋经国伊也未做总统的时做副总统，蒋经国叫伊去处理两个宗教啦，一个是这长老会嘛，一个是新约教会嘛，新约教会迄叫做利益专案迄阵长老教会是足大的教会是台湾上大的教会，你知新约教会是写啊，当时迄阵国民党较惊，毋是长老教会伊是较惊新约教会新约教会你知影？对机场安尼互喊流血，安尼流倒转到这山呢，嘛是搁在囡仔爱咧泼咧出来抗议咧这已经这信仰已经变做伊一个生命，这个内容去了，所以拼死嘛毋惊，这无人法的处理袂来是安尼，这是你讲信仰的这个溃烂啦所以这个。咱要安怎会当做耶稣学生？我要独立出来，对这世间我独立，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甲耶稣、甲上帝发生这个关系所以对我来讲，破釜沉舟的力才有这救赎的力、信仰的能力还是讲这存在的这抉择啦所以咱伫遮咱面对的是一个这对上帝国的新团契邀请搁一个遮邀请就这个邀请啦所以咱在孤独来面对耶稣所以无受任何牵绊啦，咱若要对耶稣，应该爱超越这个任何牵绊，咱真是牵绊
我顶回咧讲到这耶稣，咧讲这个要军队耶稣的人吼，啊，伊真侪理由咧吼。有诶我倒来埋葬我的爸母，有诶我倒来创啥安尼一大堆诶即个牵绊。啊，咱伫世间真侪牵绊，真侪牵绊。啊，总是信仰也是互咱去克服牵绊的一个努力啦。你要安怎克服牵绊，互你会当超越这物件。啊，其实这也是你咧得胜赢过这个世间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啦吼。所以这是心灵上的这离开吼，这是心灵上的决裂啦吼。亚伯拉罕离开伊老爸家吼，显示即款信仰的这个冒险的特质吼。啊，是讲加入一个新的团契吼，就是这上帝国的团契。按拄讲上帝团契就是权力哦，权力。啊，这权力是倒转的权力。啊，所以我若要加入即款的上帝国团契，我若甲即个世间无独立出来时吼，啊，我加入带即个世间的价值入面，我无法度。伫内底经验袂到即上帝国即真正的意思吼。所以后来即个马可第10章遮吼，你讲即彼得，伊讲看阮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啊，耶稣甲伊讲，那安尼做的人吼，要得到百倍的报赏啦。如果你放下父母、母囝、兄弟姊妹吼，也是讲怨恨，也是讲疼上帝、疼耶稣赢过遮吼，啊，这毋是白白啦。伊讲这有报赏，这报赏是啥？报赏就是即上帝国团结内底嘛。啊，这耶稣是咧讲，你要得到百倍啦。啊，这有一个神学家是讲，咱伫教会吼，安怎甲教会经营做一个，互咱去经验即款报赏的所在。咱伫咱的家庭经验着啥物？啊，这个经验伫教会内底有法度经验着无？我若伫厝里干咧一个爸母疼我来遮有遮尔济爸母疼我，我得到是百倍嘛，我若伫厝里，我对爸母摕到遮钱，我伫遮我若有问题，遮一人甲我救济，我摕到是百倍物件。咱教会有法度安尼嘛？那是我有一摆一个人咧甲我问讲，多元成家，咱教会足反对吼。啊，就是我捌咧问啦，我问讲，即个多元成家这律法足复杂，我袂晓，我无去讲迄块啦。我今日咧问讲吼，这多元成家的意思是啥物？啊，就讲咱过去即个家庭的观念是用即个血统血缘嘛，血缘做啥？多元成家是讲用契约啦，用契约成家啦。我讲吼，咱教会要反对这会使去反对伊迄后来伊个定法内底安怎定哦？总是你若甲这多元成家的概念甲否定掉的时阵吼，咱的教会可能要倒转来问讲吼，咱伫教会讲我们是一家人，是真诶假？假吼。讲教会咱来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真诶假？就咱咧讲假话嘛，敢是？我无甲恁看作家人啦，我是安尼懵讲啦，嘴懵讲恁听咧，敢是？这是一个问题哦。圣经内底耶稣咧讲，你对即个世间离开，来加入即个上帝的家，即家是较大的家。咱诗篇内底咧讲啥物？讲这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甲我什么关系？耶和华无生我啦，我甲耶和华关系安怎来？契约嘛 ，covenant， 对毋是？咱是上帝的百姓，甲上帝立约嘛，所以契约成家，你敢毋是？这我想讲，咱爱去想啦，对讲，咱教会吼有真侪物件，这种上理所当然。毋过我感觉讲吼，做一个基督徒吼，咱咧反对的物件吼，有诶是对啦，毋是讲咱反对拢毋对啦。总是毋是讲咱有诶对诶所在吼，咱反对咧有真侪迄款应该去关心诶物件，咱怎甲护掉？这是咱爱去想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讲到得到百倍，望咱诶教会真正是迄个，互咱经验百倍诶所在啦。会互人经验百倍诶所在，有即个百倍无吼？所以咱无孤单啦吼，咱的想事就是这个教会团契吼。这我拄仔咧讲的条件吼，咱的教会吼是有达成这个物件无吼。所以结论吼，上帝国挂彩金甲民间的国吼，是权力转化新生命的状态啦，就是挂彩金嘛，就是权力的转化吼。上帝国邀请吼，也是要求咱的生命更新变化。所以咱要加入上帝国这吼，已经毋是讲我有注册无注册，是讲我生命有更新变化无，有伫即个来伫个改变无吼。所以做文道付代价吼，得到福气，这是一体的吼，就是信仰应用互咱即个奥秘啦。就讲在同款吼，咱讲遐济做文道付代价，得到福气，追求使命，加入团契，拢共一项代志。我讲8讲是加讲的，一项尔，讲8摆一直讲安尼吼，总这物件拢共款。意思是讲吼，咱咧付代价，毋是一个工具啦，毋是一个手段啦，咱咧付代价就是目的啊。这对头到尾要讲是安尼，
讲你生命更新改变，看起来咱像代价，啊，毋过其实嘛是福气，嘛是福气。看起来咱像是即个付出，啊，总是其实嘛是得到。要安怎互咱即生命即个内涵本质有即款的即个变化啦所以我咱的教会是一个即款的团体会当正做正人的邀请，咱邀请人入来真正去经验了即个新的生命。我讲教会有真济通互人啦，咱来当钱救济人，咱嘛会当即技术教互人，咱嘛会当互人来遮拍乒乓，会当来遮学真济物件。总是这些拢会当取代，都可取代，别个单位、别个机构拢会当做。干一项别个机构无法度替咱教会做生命咱若甲生命暗藏起来，来做一大堆的代志，就失去咱这教会的这个 character 啦，伊的这本质啦。